奇妙嘅就係咁樣一來，心裏竟然真係多咗一份踏實同埋信任。後來有一日，我突然間意識到，真正嘅面對現實，唔係將每件事掛喺心裏，急住去解決，而係願意回到自己嘅內心，去睇清自己正在經歷啲乜嘢。你唔需要被情緒淹沒，亦都唔需要排斥佢。更重要嘅就係你有冇能力停落嚟，安靜地睇見呢啲情緒正在發生。我發現喺嗰啲洗碗、曬衫、聽博士講座嘅時刻，我並冇逃避生活，相反，咁係我第一次允許自己真正陪住自己嘅感受。呢個時候，我發現原本喺腦中不停翻滾嘅喧囂念頭，慢慢安靜咗落嚟。嗰一刻，我突然體會到托勒老師喺當下的力量裏邊所描述嘅狀態。當你唔再抗拒，亦都唔再解釋，只係帶住覺知睇住當下正在發生嘅事情，就會有一種好深嘅寧靜浮現出嚟。有一段時間，我會故意唔聽任何音訊教導，只安靜地做嘢，因為我想驗證一件事：如果我唔靠任何療癒工具，我會唔會又掉返過去嘅狀態？但並冇，我發現自己漸漸穩定咗。我開始習慣活喺當下，習慣喺處理事情嘅同時，冷靜地旁觀自己洶湧嘅念頭同埋情緒。而通常旁觀一陣子，佢哋就會逐漸平息下去。我曾喺奧修嘅書裏邊讀到一個故事，據說係佢自己杜撰出嚟嘅。雖然佢唔見於佛教經典，但佢好準確地傳達咗佛陀教導嘅精神。故事係咁嘅：佛陀有一次喺同弟子交談嘅時候，一隻烏蠅落到佢面上，佢下意識咁揮手趕走咗佢。幾分鐘後，佢忽然停落嚟，又緩緩地重複咗一次嗰個揮手嘅動作。弟子好困惑地問佢：烏蠅早就飛走咗，你點解仲要再揮一次手？佛陀回答話：我剛才喺冇覺知嘅狀態下揮手嘅，而家我係帶住全然嘅覺知做呢個動作。即使係一件咁細嘅事，亦都唔該機械地完成。呢個故事等我印象好深，因為佢好好地提醒咗我，你呢一刻喺度做乜嘢，真係冇你想象中咁緊要。重要嘅係你有冇帶住覺知喺度做呢件事。當我再翻轉頭去想嗰句，你點做都錯唔到邊度去，我覺得佢講嘅唔係放任，亦都唔係逃避責任，而係一種更深嘅信任。當你願意清醒地面對生活，願意將注意力放喺每一個當下，你自然會發現自己正走喺最適合自己嗰條路上。而把事情交俾宇宙，就係臣服嘅一種方式。相信宇宙有佢嘅安排，相信宇宙唔會犯錯，亦都會喺過程中慢慢帶住你走出嚟。好多時候，我哋之所以喺某件事情上卡住，通常可能係因為太驚做錯，而越怕做錯，反而越容易唔敢開始，甚至導致錯過眼前其實可以走嘅嗰條路。楊博士呢句說話嘅核心係一種信任同對當下嘅臣服。你相信無論結果如何，自己都有能力面對，唔需要做得多完美，你只係根據當下嘅理解同能力做出你能做嘅選擇，然後繼續向前走，僅此而已。亦都可能你回頭睇時，發現某個決定原本可以做得更好，但係嗰並唔代表你做錯咗，嗰只係成長過程裏邊好正常嘅一環。我哋嚟呢個世界並唔係為咗時刻修正自己，我哋係嚟體驗㗎。我哋就係活着，做出選擇，再從中理解一點乜嘢。冇人從未體驗過迷茫、猶豫、後悔嘅感覺，但不必因此就覺得自己搞砸咗人生。有時你會發現，之前你以為嘅遙遠路，後來反而會成為你睇清一啲事嘅契機。你走嘅嗰點路，亦根本就唔係白費。所以呢句說話嘅意義唔在於你唔會做錯，而係提醒我哋唔好再用對錯當作衡量一切嘅標準。
你可以照自己嘅節奏嚟，唔使每一步都咁確定，唔使每個決定都咁完美。呢句說話對我嚟講，最關鍵嘅地方就喺呢度。佢將我從控制感裏邊解放出嚟，我唔需要再小心翼翼，唔敢選擇，唔敢犯錯，我可以去嘗試，可以講我唔知，可以喺當下先走一步，然後睇下會發生咩嘢。就算失誤都冇關，我唔會因此被否定、被剝奪存在嘅資格。呢個就係錯不到邊度去嘅意思。而隨住經常提醒自己呢句說話，我開始發現自己對事情嘅反應喺改變。以前一件事只要唔順，我就會立刻歸因到自己身上。係咪我唔夠努力？係咪又拖延太耐？就算人哋冇責怪，我都會先責怪自己。嗰種內在嘅緊繃感，幾乎係無時無刻不再折磨住我。但係漸漸地，我開始冇咁快跳進嗰種否定嘅腦後腦裏邊啦。事情卡住咗，就先做好眼前能做嘅。今日狀態唔好，就只完成基本嘅事，或者允許自己放鬆，休息下。情緒唔穩定，亦都唔強迫自己，立刻分析清楚原因。我唔再咁急住讓每個決定都有意義，亦都唔急住讓自己睇起上嚟好好。有啲時候，我正在做緊嘢，推進得唔係幾順利，我可能會去做一啖飯，專心咁食完，認真咁洗碗，把廚房打掃乾淨，然後坐低話俾自己知，今日差唔多就咁啦吧。呢種狀態以前呢會俾我焦慮，覺得自己會唔會有啲鬆懈，但係而家我知道呢種差唔多，亦都係生活嘅一種節奏。有啲嘢當然需要你努力去做，但你完成某件事情嘅狀態，可能遠比呢件事本身更重要。特別係做緊一啲唔需要用腦嘅家務嘅時候，就放鬆，讓大腦休息。唔好俾腦子時刻高速運轉，而呢種放鬆落嚟嘅感覺，反而讓我更容易將一件事處理完，而且結果通常都仲唔錯。睇住生活嘅邊角慢慢被打理好，睇住以前拖住唔想痛嘅嘢，而家能夠坐低處理，睇住自己從前要靠好大決心先至做完嘅嘢，而家變成日常，呢個就係信心嘅來源。所以我最初只係想揾一點聲音嚟陪我度過嗰啲空白嘅時間，洗碗、做飯、打掃衛生、整理房間，呢啲原本俾我視為浪費時間嘅事，後來反而成咗我最期待嘅時刻，因為我終於喺呢啲所謂嘅小事裏感受到一種不被催促嘅空間。冇人要求你必須改變，必須修正，必須馬上想通乜嘢。你只係做完一件事，然後去做另一件，僅此而已。但亦正係喺呢種輕鬆冇壓迫嘅狀態底下，我先至開始睇清咗好多以前忽略嘅嘢。我發現我過去太用力啦，總覺得一定要做好一樣嘢，好驚出錯，注意力一直放喺對或錯上，好少真正停落嚟去睇清楚自己此刻喺邊度，又已經走到咗邊一步。而睇清之後，先至係轉變嘅開始。我發現自己開始比較願意面對生活裡面嘅各種狀態，無論好壞，都盡量唔去分別。呢個時有啲嘢就會慢慢清晰，有啲嘢可能唔再需要一個答案。而我對自己亦都終於冇咁苛刻㗎啦。我發現能咁誠實地接納自己，放過自己，比拼命想要成為一個更好嘅人更重要。如果你此刻亦正經歷低潮、混亂或者不確定，咁我好想將楊博士嘅呢句說話送俾你。你點做都錯唔到邊度去，請相信自己，哪怕而家仲唔清楚方向，你都完全有能力走落去。你可以慢啲，亦可以唔使即刻諗明白，只要你願意繼續往前行，將注意力擺返當下，好多事都會慢慢明朗起嚟。當你感到迷茫不安嘅時候，不妨
試住把嗰啲擔心顧慮交俾宇宙，宇宙唔會犯錯，你只管安心咁往前走就可以啦。好啦，以上就係本集影片嘅全部內容，非常感謝你能睇到呢度，俾我哋下個影片再見。